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初9，旧历的2月16，礼拜一。新闻一开始来看政府防疫，翠暗的生产线全面动起来，要拼伫一天做1000万片的翠暗。总统蔡英文再去到桃园访视做翠暗的工厂，除了感谢翠暗国家队的贡献，嘛讲这个翠暗的寿命制2.0就得要就线咯，会甲翠暗重新来分配，互领翠暗袂阁来发生乱象。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去桃园看翠暗国家队和这间工厂员工足甘心的。一定要当面跟大家说一声谢谢，共同防疫的这项工作，让台湾整体的防疫的情况呢，受到了世界上很多人的注意。在跟客人的调度协调，还有跟员工这个班表的配合之下呢，我们到后面呢是生产推升，我们火力全开，产量呢推升到了18万。蔡总统真骄傲地讲，台湾翠暗的产能一天会超过1000万片。随着武汉肺炎疫情扩大，总统府嘛早就做好准备啊。连平常时媒体联访的时阵准备的这个麦克架嘛提掉啊。各位的麦克风，对着我们的那个扩音器啊。副总统跟我的行程，我们是有错开的。整个政府的运行啊，不会因为某些疫情的发生而造成在运作上的不便。元首防疫必须来滴水不漏，翠暗的寿命制实施1个月啊，2.0版本已经确定啊，将采取网络注文、超商退货，嘛开始进行压力的测验，估计明仔载公布详细方向。配送的制度上哦，能够更有弹性哦，更能够缩小这个供需之间的落差。台湾的防疫受到国际认证，综合各部会能量、物资拢到位啊，要民众真安心。